OK。第一屆今次嘅獎品，第一名嘅 CX17 同埋第二名嘅 UX16。好。咁我攞翻頭先嗰隻。都係嗰隻啦。係啦。照嗰隻。係啦。好。你啦。呢隻打啲係難打。我都覺得你難打嗰隻。得人啊！哇，點解嗰個位？攞開個袋。我真係攞開個袋先。係。係，幫我攞開個袋先。攞一望住嗰邊。好。好嚟啦，好。3、2、1 go！ 哇，係啊，直接飛落去我自己。自炒型計。哇！呢個位左鏡右鏡，哎呀！好，3、2、1 go！ 係，大哥仲有，係，得啦，慢慢 OK，我有防過。好，2分，你2分先。好，之後。好，之後攞分。好，得，我攞咗啦。而家 Isaac 0分。好，鯊魚。未見到。哦，好，西沙。好，得一陣啊。細沙。係。OK 嘅。你個左回旋大家爆得好重嘅。係啊，好，就 OK 啦已經。好啊，嚟啦，好，3、2、1 go！ 慘喎一下。係一鋪過，4分咯。4分。唔係即係4分，然後就一鋪過。好，整翻呢一隻啦，我已經。好。好，嚟啦，好，3、2、1 go！ 自炒嘅嗰次。係。好。咦？喂！哇！哇！冷靜啲，好彩咧。爭啲送分，係真係爭啲送分。幾多人嘅戲劇埋藏喺呢座城，跌落人群中嘅卑微，要學懂自知之明，要奮勝我必經凌晨嘅孤苦伶仃之夜，或風流城市為go！ 1分呢度，3-2，之後再講多一隻我啦，咁就。沒有分段，但做人要有分寸，甘心被清算，就等到水滴石穿。誰注定平凡一世，何懼出身不夠富貴？浪比難阻我紅泥，自信感令你着迷。你期待嘅無謂，仲要我墨守成規。你玩嘅都係剩低，因為新嘅等咗我發揮。得人啊，唔好意思啊，剩得一個病，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3、2、1 go！ 我差啲啊！OK， 好，差戰士勝利一場。爭啲你可以飛出嚟。係，我見到我都係。好，再嚟啦，咁又第2場啦，而家。講情事，滿腔熱情讓人記住我名稱，認為努力就會有回報，慾望似天我神經，太多情景，太多人經而以為我想做明星，路人甲乙丙丁我唔需要同你澄清，想做 show 有難度對我嚟講。3、2、1 go！ 左龍爆聲啊！不捨落去一次又一次被拒絕，是我天賦不夠，抑或我資本不湊，我年少時看不透，佢嘅意見我不接受錯。3、2、1 go！ 我想怎講，為生活我失變到不。哇！我係3分。自飛。
3-2而家。我自炒先夠。係啊，仲要入去打，你仲要入去三分區喎。傷心。如果你唔係2分鐘都唔淡定。 3、2、1 go！我順利晉級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希。阿希晉級。好啦，然之後第3局，第3局開始。真係個子彈火色啊！頭先咁樣睇，都唔係我咁樣炒落去嘅黐線。係第2場，叫咩名？之後第3場，第3場，自我介紹先。係，我叫阿近。阿近，我叫阿趙。阿近阿趙，左邊係阿趙，右邊係阿近，嚟啦！攞出第一隻，鯊魚對神將，控埋你呢邊條條，係啦，係啦，係啱，沙神。係，鯊魚對神將。阿近攞2分，阿近2分，而家打走蛋撻嘅。打到蛋撻呢下真係。哇，有啲型。鳳凰對6神將，哇頂又神將。係啊，傳說對傳說啊。3、2、1 go！哇，兩個好大聲啊！呢個哇頂，哇爭啲撞開佢啊！鳳凰有冇可能撞爆佢咧？定撞走佢咧？哇！隻神將好難喎！哇！隻神將，喂，好勁啊！喂，神將硬撞嘅點解？咗啦，神將。 Oh my god！哇！神將會輸啊，唔係鳳凰會輸啊！3-0啊！阿近而家3比0。阿趙而家要盡量咧，睇下可唔可以玩極限突破啊！極限勝利啊！要藍鳳凰對6個人。好啦。 3、2、1 go！ 哇6個人，哇弊啊6個人已經開始唔掂啦，失平啦，失去平衡。好似拉唔得啦，藍鳳凰唔得啊，搞唔掂。好4-0，緊4比0。阿緊咧又係晉級。咁要賽差㗎喎，3個喎依家。 好，我係阿希，第4場。我係咩啊？漆黑戰士。算啦，漆黑劍士啦。睇先，睇唔到你出乜嘢，成日都黑。好。左龍。喂，兩個都龍嘅，兩個都左龍喎。左佢算，打左佢算。 3。等。唉，得人啦。我爭啲仆街，頂！我真係好難坐咧呢個位，等人睇啲。你睇超啲嘅時候講，你睇住後面嗰啲。係頭先我就喺仆街啊！真係頂！我喂得人，你俾我行撈下點行先 3、2、1 go！ 出！我唔會俾。 哦，冇啦。好1分，阿希攞1分。唉，我覺得我攞翻細沙。唉，好嚟啦，得啦。
唉，呢度真係我都明白點解要做一年係好嘅辛苦啊。 3、2、1 go！得 OK， 望一望得 OK， 2分2-1， 2-1。貼紙。好，攞翻隻杖出嚟。好3、2、1 go！ 哇 ，OK， 好嘅。3-2啊，3-2啊。 3-2咋？哦，3-2，好。3-2啊，唉。3-2啊。好，得啦，攞咗。又係黑龍。左龍。左龍。好，等陣。裝翻呢個先。唔係好揸手。3、2、1 go！ 哦，冇啊，好完，好完，跟住，唉，我走。哎，想介紹嘅？好難打，好難打。請介紹啊！講下名先啦。係阿勤啊，阿勤係師兄邀請我。阿勤電話簿3、2、1，我分別成個啲明佢同我講生意。我驚扶唔到啫喎，打喎。睇到啲啊。3、2、1 go！ 飛出去上飛，好似入咗窿係，好似入咗袋，係入咗袋。好似入咗袋。總之我依個咩唔係有個袋咩？好似飛龍嗰度，係飛龍海。哇！你都幾早嘅，大聲啲就得。哇！一路叫仲係一路叫出邊啊！嘢啊！好啊，再嚟。sorry，等等咩？3、2、1 go！ 後面你都要飛出嚟，不過新盤係咁嘅。3、2、1 go！ 3、2、1 go！ 哇！又喺上面飛嚇，上面飛點計啊？一直計重賽，一直計重賽，打到唔係上面飛為止啦，我先有查。3、2、1 go！ 係咪2-2啊？而家？神像對咩啊？神像。3、2、1 go！ 你係1定3？1。第3啊？我3。為咗穩啲咯，你1嘅話係可以復活，一係可以復活，但係就係唔穩咯。係啊，同埋可以攻擊咯。個時間冇咁好。OK。 3-2。 3、2、1 go！ 緊啦今次。今日決賽啦，咁使唔使攞翻佢嚟啊？決賽。係啦，要攞翻出嚟先。好啊，嗱咁就睇下邊個係第一名，同埋邊個係第二名啦。呢一個就第一名，呢個就第二名。Go！ 擺翻佢先，OK 啊？你擺翻佢先。大
係。Three, two, one, go！直接二零。Three, two, one, go！ Sorry。慢佢啊！30啊！係30而家。蠍子對鳳凰。Three, two, one, go！ 好，爆你！冇啊，完啦，直接完，贏嘅。係咪40啊？係啊，5-0添啊！好，勝出者係啊，第一名係阿瑾，第二名係阿希。哦，好啦，真係到頒獎儀式啦。阿瑾，嗱，過嚟啊，嗱，喺呢度過嚟，唔係，等陣先，我應該點樣咧？應該你喺呢邊度攞啊，定點樣好咧？係咪標準？喺呢邊度。呢係啦，呢邊喎，係啦，係啦，呢度。阿瑾，嗱，你嘅第一名嘅，CX17，係啦，CX17，嗱，第一名，恭喜晒！好，多謝晒。好，咁然之後啦，好啦，去到第二名啦，就係阿希。嗱，阿希，嗱，時鐘搞掂成功。好，呢一次嘅陀螺比賽完結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